诸位尊神，国强光临，百强本庄南天宫及列列众神，在位百强本庄民孙宫及列列众神，在位百强五方福德尊神，在位百强万应公祠及列列众神，国强光临。今朝国用师三名旗，同美密路215号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胡秀飞，带领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务基金会董事长，将世界客属总会高雄市分会理事长王桂祥。高雄市新头庙同乡会理事长齐荣顺，高雄市台中地区客属同乡会理事长王财生。